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那么这几日，大家又开始咧关注到已经年冬外乌克兰跟罗西亚的战争。讲到罗西亚跟乌克兰战争，想到台湾一个歌册歌，河神蠓仔大战歌。乌克兰、罗西亚战甲两边是艰苦搁济歌，分别请到美国、中国大使来出马，也搁有日本首相突然间出现在乌克兰关前的画声。那么和平是大家拢会晓写，但是请兵请将是毋是请到帮败爷？今仔日专盘来开破。首先来绍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咱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兼任副教授辛明策辛教授。平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是咱政大罗西亚研究所的教授洪美兰洪教授。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咱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陈良智陈老师。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首先呢，那观众朋友免着惊，讲到这个国际关系呢，哇，就无啥啥。但是你放心，咱这1点钟弄来呢，互你绝对会当了解到罗西亚跟乌克兰以及世界的变化。首先来关心到这场冲突已经呢对战场延伸到外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了罗西亚访问。两国有发表着联合声明啦，讲要透过和谈来解决乌克兰的危机。乌克兰这边却是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啦，突然间去到因的首都来访问，讲答应会继续来援助乌克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月突然间改变行程访问基辅，同一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伫咧莫斯科跟总统普京见面，两个所在离800公里，说是俄冲突延伸出去的外交对决。岸田文雄去发生大屠杀的布查店向受难者献花。改めて今日ブチャの地に足を運ば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て、こうした残虐な行為に対して強い憤りを感じます。岸田是结束印度的访问了，突然间改行程去基辅访问，表达对乌克兰坚定的支持。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接受岸田5月7大工业国家组织 G7 峰会邀請，伫山頂參加。伊講北京與北京參加由烏克蘭提出來堅持俄國撤軍的和平方案。Китаю ми і публічно, і дипломатичними каналами передали нашу формулу миру і запрошення. 岸田人伫咧基輔時陣，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正伫咧俄國訪問。即間俄國2台戰略轟炸機伫日本海天頂飛7點外鐘，敢若是回應岸田這段行程。伫莫斯科，中俄兩國簽聯合聲明，習近平甲普京宣布，中國提出來12項要點和平方案，無重大進展。Объявила не только о поставках танков на Украину, но и снарядов с объединенным ураном. Похоже, что Запад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решил воевать с Россией. До последнего украинца уже не на словах, а на деле. 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一贯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中國伫聯合聲明強調，就要尊重每一個國家合理安全關切來解決衝突。這種講法是配合戰爭。莫斯科講出兵烏克蘭是為了要防止美國加北約加烏克蘭變做反俄羅斯的據點。雙方強調，負責任的對話是解決問題上好的方法。公視新聞吳文明編輯。觀眾朋友，咱睇看到這條新聞大內面哦，會使講包山包海，啊，講到這日本的首相。啊，講到即個中國甲即個即個習近平去到羅西亞，啊，講到即個和談，咱來看這張圖吼，啊，較好來理解。你來看中間，吼，習近平甲普京來會談落幕，啊，講到講哦，咱哦來好好啊來講和談和平即羅西亞。這內面啊，啊，還有岸田文雄啊，伊哦，甲即個印度來參講啊。我嚟呼籲你來參與的 G7
来投资的印太750亿美金，这个咱小等再来讲吼。啊，然后岸田哇，进前啊动作啊真济，但是另外一方面是中国其实啊，慢慢啊咧扮演着和平大赛的这个角色哦。这个和平大赛的角色是伊进前啦，甲这个沙特阿拉伯啊，甲这伊朗啊，这两个是咱的真正是世仇啦。既然讲有当互伊恢复邦交，所以伊在这个罗西亚甲乌克兰的这个和平的扮演的角色，大家看起来讲，你办安尼吼，办成敢若办甲有成哦。这到底有个人讲哦，这中国啊，搁咧变看。这是首先我们来请教着辛老师，这到底是变看，还是先点起来了来看讲，你要来出什么牌？第一个咱爱看讲，这是习近平哦，伊连任迄个国家主席了后，第一届出国访问。进前呢，中国已经有所谓的12项的和谈的原则，也是建议。即马咱会使看得出来讲，其实习近平要访问罗西亚，其实大概1-2个月进前就有这个风声。拢是俄罗斯、罗西亚拢咧讲这个消息，中共都无咧透露这个消息。即马真正到罗西亚了后，看到普京。嘛提出伊个讲法啦吼，我是感觉讲，第一个就是讲，若要停火，若要和平，毋是讲两个领导人，也是中国这个习近平拄着这个普京了后，就会使和平，应该是三方。第一个就是调停的人，第二个就是战争的双方，拢爱同意，拢爱了解，讲好，你的方案是啥，我嘛同意。都爱看讲中国会使提供啥物利益，互罗西亚、互乌克兰。咱会使看到讲，为因的谈话来对谈内底，咱看到讲，其实中共拢讲一寡较原则的部分。你会使为拄啊电视来看讲，罗西亚讲，看起来乌克兰可能要战到最后一个人。无想要停，毋是讲中国要安怎劝普丁讲？会使停火，一定要予伊足大利益。毋过这足大利益，敢会美国甲北约这国家敢会同意？战争敢会搁发生？咱看到讲，若要停火，可能有几个无共款的做法。第一个讲，即马就开始停，双方袂使搁拍。毋过上来维持讲，这两方的部队无法度继续拍。第三个就是讲，若要拍起来，敢有第三方还是联合国的部队会使？停止这个任何一方的部队，派维和部队徛喺中啊。维和部队就要联合国安理会要派兵来。真麻烦。嘿，对，这嘛需要时间。所以我无相信讲，一届访问就会使停火啦。这无可能吼。无可能。所以我一开始毋知咧讲，这敢若好比是护心帮啊大剑瓜啦。这是未收煞。虽然讲吼，我请教着洪老师。咱看到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甲罗西亚联邦吼，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联合声明，伊毋是真正针对着讲，完全针对着罗西亚甲这个乌克兰的代志哦。内面呢讲到核子战斗啦，讲安全吼，看起来是真大、真宏观，看起来呢真方正吼，一和平大赛这个味啊。老师，你安怎看待这习近平伊这个动作？习近平这届去这个罗西亚访问吼，咱会当发现吼，其实俄罗斯甲中国的关系以前就是拢较好吼。大概呢，习近平啊，迄个就任吼内底，伊内底政权的权力啊，讲久了，伊就是头一个访问的时阵，照惯例拢是去罗西亚。所以这届呢，俄罗斯其实是足早的邀请，但是呢，中国就一直拢无反应，所以这其实就会使反映出来讲，伊这届因为俄乌的这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个冲突，其实互伊要去的时阵，对，一定有出现冲突的现象啊。无以前照惯例来讲，伊是大概出门
要访问的时阵，头一个就是选罗西亚。为什么呢？因为伫咧中国来讲，中国甲罗西亚之间，因虽然是拢是厝边，但是中国是真惊即个歹厝边发动一寡对中国不利的对，所以即来讲，伊爱先顾好伊的后花园，伊的厝边，所以对中国的外交来讲，这个巩固俄罗斯来讲，对伊真重要。第一重要。对，所以照惯例来讲，伊大概出门头一届拢会先去罗西亚，这是一个这个罗西亚一个。所以呢，赵老师你安尼讲起来。伊要做和平大赛这件代志，伊是日来想暝啊想到丢除了后，才来出手。其实我感觉咱会使看见，其实呢，对中国来讲，伊要做这个和平的调试来讲，尤其是特别的困难。为什么？因为乌克兰这边的主权独立、主权独立，就国土领土完整这个部分。是中国必须去坚持的，所以这对中国来讲，伊就因为咱两岸的关系，伊这个部分是真为难。但是呢，会去卡到，对，会去卡到，所以伊就真为难啊。所以但是呢，咱嘛知影讲，罗西亚这届是发动战争的人，去侵犯到乌克兰的主权甲领土完整这个部分，所以伊又要个顾到伊甲俄罗斯的关系，又搁要去顾到伊家己的。利益，所以这就变做伊就为难是为什么讲伊即届上任的时阵要释放会遮尔丢毒的一个原因伫遮。哦，这等先老一家要请教就陈老师伊即个和平大赛其实是罗西亚的内部嘛有两种声音咯，因后义中派，后亲中派对着中国因就讲你这中国人你正拢是无即个利他主义啦，拢利己主义啦，到底中国会对咱有啥物好处？咱看到这联合声明内面敢若写着一项较具体，就是讲，即个甲蒙古、甲罗西亚、甲中国的即个雅士，要来做研究，所以老师你安怎看待即个联合声明呢？当然我感觉像主持人咧讲的北京基本上，那像你所讲的伊较具体的一个部分就那像伫即个假使即个讲倒是要安怎行即个问题。但是除了即个以外看起来拢是一种普遍性的即个原则的即个宣誓。这个宣誓，就那像我头拄洪老师甲主持人所讲的伊真有可能会去卡着家己，因为伊讲这个主权独立，领土的即个完整。安尼对乌克兰来讲的话，你是毋是爱尊重这个乌克兰的主权的独立，然后伊原来领土的这个完整。若完整的话，照你讲，苏联还是俄罗斯的军队，你应该就爱退出。退军啊！规个这个乌克兰的这个领土嘛，照你讲应该是安尼嘛，但是我感觉中国伊本来就有伊的标准伫咧。这个标准咱会使讲伊是双重标准，还是三重标准，咱唔知影。伊家己讲为准啊，爱看情形啦，爱看情形。看情形是。逐个咱来使小可个回想者差不多伫过去这一冬以来战争要开始之前，你会记无？普丁因为飞到北京要参加这个冬奥的这个开幕嘛，对无？两个宣布讲，因两个这个关系是无天花板的无限制发展到安那咱拢唔知影这已经埋下一个伏笔啊嘛但是战争了开始了后咱发觉奇怪，咱拢讲这个俄罗斯的军队是世界第二勇的应该足紧的，就会使打乌克兰退落来，无上无嘛会使足紧的，就打基辅退落来。但是这个战事的这个发展甲咱原先所推测的评估的煞拢无共款。伊个甲今日这个状况大概就是敢若伫乌克兰东部的一寡所在掌握尔。但是距离甲讲，伊规个占领乌克兰的所有的全境的领土。甚至讲会使占领着这个首都基辅的这个目标，是还阁足远的咧。所以我是感觉讲北京伊看到这个战事的这个发展无甲伊原来的迄个预期
所以呢，我感觉伊开始修正伊的态度。伊把世界真金。嘿，啊，我若安尼搁来听落去，安尼敢好？吼，啊，若搁听落去，啊，阮好朋友普丁若不一定会这尔，啊无，咱是咪设一个停损点吼？伫遮就好小打洞啊，啊，我来出面吼，做一个和事佬来调停，吼，啊，伫即个所在吼，那打洞啊的话，对乌克兰也袂讲上歹，啊，对俄罗斯来讲啊，搁拍落去可能嘛袂赢啦吼。所以王鹤龄伫遮就好停啊，啊，我伫遮吼来做这个和事佬个调停者吼，是上有利，而且对我来讲是绝对有加分，袂扣分的，而且互世界的这印象内底吼，会是做正面的，因为你看北京伊阵嘛会使做世界改善伊的形象，和平的一个促进者，也是这个创造者，对无？尤其这个顶个月这嘛免讲顶个月，这个月的3月初10，伊较促进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甲伊朗恢复邦交尔。所以我感觉这点，我互北京有真大的信心，讲我来这时阵来出面来调停乌克兰甲俄罗斯是咪我会使搁另外创造一届成功的这个范例。所以这用华语来讲叫华丽转身啦，看有通啊讲在这一处啊扭转到就是。大家世界对伊的印象哦，这个请教着沈老师吼，伊嘛有讲到这个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吼，要发布，这内面也写到真济吼，但是乌克兰有诶接受，有诶袂接受。啊，咱也知影，伊在这一处当中完全无讲到美国，看到美国啊，当作敢若无啊，我就是和平大赛。我来处理，我才有通来处理。啊，恁拢卖武器互伊，所以对着中国来讲，伊是毋是即个好机会，通来做即个转变？以后即个案子算盘有咧跌。当然，毋过迄个沙烏地阿拉伯甲伊朗之间的冲突，甲羅西亞甲烏克蘭是無共款啦因為沙烏地阿拉伯甲中國買足濟武器甲飛彈。这两个关系袂歹。啊，伊朗咱知影，中国、罗西亚甲伊朗嘛做伙演习，所以要互这两个国家恢复一个邦交，可能较容易。啊，毋过你要互罗西亚甲乌克兰爱停火，还是停止战争，是足困难的。无共款等级。因为就两种啊，足困难啊，唔爱做。啊，第一就是讲足困难，啊，毋过我做，我会使赢着。赢到我的形象，好名声，会在这两种，我感觉中国可能是第二种。第一个就是讲，你若要和谈，你应该讲啊，你来个互罗西亚补偿，搁互防弹衣，搁互遐零件，互伊用伫战场内底。你应该讲你若搁接落去，我就买互你啊，应该是安尼较对啊。是。啊，另外就是讲，咱看到讲习近平甲普京。当过了，有一个联合声明。迄联合声明内底，照你来讲，你去遐的目的是爱促成和谈。啊，毋过你的联合声明拢无写着，拢无写着要安怎和谈，要安怎停火。啊，毋过讲着足侪讲未来两个国家爱安怎合作啦。讲伫迄个中俄盟的油气管爱做研究啦啊，第三有诶就是太空要安怎合作啦。真差无讲到主攻，讲啊外太空。这甲一般去访问是共款的啊。两个国家有啥物项目爱合作，有啥物利益，大家是共同利益，要安怎做，是共款的啊。毋过伊有提到2点啊，讲反对 AUKUS。咱知影最近迄个澳大利亚、澳洲伊通过讲要买迄个美国做的维吉尼亚级核潜舰，这核潜舰是对付上大家拢知影，所以当然嘛反对。第二就是讲，伊反对讲袂使用核武，伫迄个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上会晓用核武，当然嘛罗西亚，伊讲这罗西亚敢有赞成？还是讲限制，还是讲罗西亚讲你讲，互你讲袂要紧啦，我到时我搁看卖要安怎做。那你为这几点看来讲，这联合声明是习近平去罗西亚去甲普京对谈，感觉无啥物显著的效果，可能形象表演的性质，可能好名声，毋过伊嘛爱面对讲，若讲
可能后个月习近平来去乌克兰，啊，乌克兰泽伦斯基要甲因讲啥？啊，伊要甲泽伦斯基讲啥？伊才是讲停火，还是谈判？所以咱要看讲习近平是毋是有真正飞去到乌克兰？啊，有啥物礼物要互乌克兰讲啊？互你停火？炸什么盘手？盘手，若无盘手啊，用讲的可能较紧啦。是，安老师你安怎看？那有人讲啊，这中国是你咧做迄个这个 lip service， 嘴讲的。嘴讲的无实在。无实在，但是实际上又有啥物想要取得啥物物件，要换啥物物件，又有安尼暗示。其实有啦吼，咱有讲我拄仔咧讲吼，就是讲即届习近平呢，伊要访问俄罗斯的时阵，伊有张图。啊，问题就是伫个伊要做，伊要去伊的时阵，即届要去，就一定爱有一个对因中国有利的所在，伊才有去嘛吼。那所以咱会使看到即马俄乌战争发生了后呢，俄罗斯其实足需要伫个国际内底伊的物件会当销出去，伊的能源去互美国吼，佮西方伫个制裁、经济制裁的情况，伊需要有一个出口吼，有一个出口啊，所以咱会看到即届新闻里头，你会使拄啊哪敢若讲的，即新闻里头，伊敢若讲要去做公亲，但是即马拢无讲到，为虾米？伊是其实呢，咱知影俄乌的战争到即马为止呢，其实俄罗斯嘛知影，伊背后上主要的敌人毋是乌克兰，主要是美国，因为伊咧提供武器予乌克兰，乌克兰就会当继续争落去啊，吼。所以这个上重要的，俄罗斯甲中国其实拢知影，这背后上重要还是伫个美国这个态度。那美国即卖的态度是无可能停的嘛，吼。过来，咱来看到美国不只是俄乌战争是用经济制裁咧，互俄罗斯伫个国际的经济发展的空间会当缩小去，而且咱嘛发现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以后，你会发现美国开始集中力量，就是对付中国，伊足侪贸易上面的压力，都拢伫个中国啊。所以对中国来讲，是安那即届伊要去莫斯科的时阵，伊咧张图，伊在想啊，伊要安那利用即个机会，会当支持俄罗斯去维持伊的即个歹处边，吼，甲伊关系更用好，甲伊安搭落来。同时，伊阁会当维持着。这边压力个下落来。同时，伊阁会当用即个俄罗斯的这个压力的起来，也安抚了美国的，同时的爱对付俄罗斯，个对付中国，就变做这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出口，也当压力会当下去。下降，对，好。所以这嘛是一种很重要的咱国际关系里头的三角的角力的所在。所以头先洪老师讲到一个重点，咱看这盘棋吼。就是讲，你行我甲你抽机，我甲你将军，我用小嘴来甲你夹，啊，伊这种办事吼，这个请教着陈老师吼。即马现主时，美国在这个和平大赛当中是无角色，所以呢，咱才头一开始就看到讲，日本的首相岸田才走去面对着这个乌克兰，看起来是要甲支持哦，甲发声讲，我随互你5亿美金。哦，我才给你赞助，给你応援，这是代表着美国的立场吗？还是讲这是日本家己想的？敢有可能？这绝对是美国吼，个咱头拄仔讲到这个 G7 吼，这个民主国家吼，大家共同的这个立场啦吼。当然日本伊踏出这步吼，有较慢一点嘛啦吼，但是永远无嫌上慢啦吼 ，It's never too late 吼 to be there 吼。我是感觉讲，这2月的时阵，拜登毋是较去过基辅尔，是，而且嘛是拢无宣布之下，媒体的突然间就安尼吼，新闻就出来嘛吼，互大家拢安尼做眼睛为之一亮嘛吼，日本这届嘛是有点仔这个意思嘛。对啊，听讲因外务省的人去用问甲安尼，大家咧闹庆光，讲我唔知我首相走去倒位啊。当然咱头拄仔沈所长有讲到讲吼，这个安全的考虑吼，这当然是爱替这个
总统还是首相吼，爱来想者，爱来吼规划。我讲这是我合理的啦吼。但是我是感觉讲吼，整体来讲无毋对。普丁即个习近平去莫斯科访问吼，美国并无发表任何啥物会讲吼，还是扮演啥物款的角色。但是美国有讲吼，伊反对中国在即个时阵来提出即个停火的即个提议。啥那呢？那假使讲咱大家认同吼，中国在即个时阵来提出即个停火，是毋是表示讲咱大家就是要来默认接受讲即阵诶状况就安尼定落来啊？俄罗斯即时阵所占的即个乌克兰的领土，变成合理的，就地合理化。这毋是安尼哦。那停火了的时阵，停火是毋爱带有足侪地条件呢？好比讲，俄罗斯的军队。你要先退队你原来的所在无？还是至少你要退到去年2月24战争发动之前，无你至少退到你的border吼，你的这个边界以外。咱大家拢在这个所在清空了，咱开始讲条件嘛，对无？但是俄罗斯绝对袂安尼接受啊！这火神帮啊，大战瓜都战袂煞咧。俄罗斯绝对无可能安尼答应的嘛，对无？中国愿意安尼答俄罗斯讲吗？习近平愿意安尼答？敢讲会出嘴？普丁讲吗？好，就算讲的话，普丁敢会接受？普丁会感觉讲，我好不容易已经占到这个，吼，虽然是甲恁所讲的这个，吼，不管是占领到这个基辅首都，还是占领乌克兰全境，吼，的距离目标差足侪，但是至少我嘛有一点成果啊。但是你即马叫我大家成果拢放出来，吐出来，哪有可能呢？对无？但是我讲，我有一方面就是讲，乌克兰这边吼，我有伊即马的一个困难，就是讲，我嘛无法度全部大家的俄罗斯的军队拢赶出去。虽然乌克兰得到这个美国西方的这个资源啦，吼，这个帮助吼，我感觉整体是比起俄罗斯这边来较丰富。较济吼，较有力量，所以我讲乌克兰，我会评估讲，伊甚至是咪伫即个战争的即个结果上吼，应该是较有利，无一定全部拢会使赶出，但是至少伊即马比起俄罗斯吼，虽然看起来无法度全部赶出，但是伊有相对上的优势，吼俄罗斯更加困难，伊无相对的优势，伊嘛无，已经无绝对的优势。所以若安尼的话吼，我想爱放弃我遮的领土，退出去乌克兰的。我那听陈老师来讲，安尼就无解啊。是啊，我也是估计咧吼。是。咱看到讲韩国的战争哦，伊嘛是战了后，可能无爱去拍落去，开始谈判，不过谈判的过程当搁咧相拍，搁咧相拍，是安尼搁咧相拍，因为我增加我的本钱，我在和谈的时阵，我在加讨一寡物件，哦。那即马伫即个乌克兰这边，咱看袂出讲，决定甲韩国战争一样，有一个界线伫遐拍来拍去，因为无一个明确的界线。罗西亚伊的目的，本来伊的目的讲是全境要占领，了后就无法度想讲，你的薄荷以东敢袂使占领，即马看起来可能无法度，伊即马就是讲，若讲要谈判还是要停火，可能就是讲。好啦，克里米亚甲乌东四州这4个州拢互罗西亚，毋过毋是讲即马罗西亚部队这4州拢占领，阁有诶是乌克兰哦，这要安怎处理另外就是讲，咱知影罗西亚也是中共有一款讲哪谈哪拍，增加我诶本钱即马春天讲要一个大决战，大决战要来，你敢会停火？我即马拢咧准备。乌克兰的部队为德国、为美国训练了，即马拢转来战车嘛来飞机嘛来伊即马敢要停火？罗西亚嘛共款，伊的瓦格纳即马阁要征3万人，伊即马足侪武器系统拢到战场伊即马敢要停火？应该是讲这是策略性的。我讲我要谈，实际上是准备后届决战。我若一个决战，我赢。这谈判就是讲，我赢了后的谈判会使停火。是，安老师，以你对罗西亚外交路线理解，以及因军事
军事实力，吼，乃至到讲因对克里米亚甲这个乌克兰的东部的这个历史的变化吼，你认为普京伊即卖上爱是啥物？看见像他辛老师甲邓老师讲，他还未讲的真人，会当摕偌济，对摕偌济，再来讲，还是讲我就是看你乌克兰，我就是袂，我一定爱甲你食去。我讲吼，即马咱会使发现，其实俄乌即个战争要其实发生的时阵是伫个迄个2014年的时阵，克里米亚迄时，吼，迄阵啊俄罗斯是敢若先摕克里米亚，其实迄阵啊乌东的即个人民的一定有公投讲因要加入俄罗斯的联邦，但是俄罗斯迄阵啊是安那无承认，因为迄阵啊有一个叫做明斯克协议，是，吼啊，所以明斯克协议迄阵啊就是基辅甲遮东部遮反抗军啊一直拍，但是拢没有遵守这个明斯克协议，所以就是到这个明斯克协议无被遵守的时阵，就是乌东一直无法度取得伊的自治地位、合法性，所以最后才互迄个这个普京有一个借口讲，就是这个基辅以用这个所谓的纳粹的力量去这个侵害了这个乌东的人权，就是不照顾了乌东内底一些讲俄语的人口，所以起码咱发现这个发动这个战争之前，一定承认遮的乌东遮啊，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讲，遮一定是伊的领土，因的宪法嘛一定拢通过啊，所以乌东遮甲克里米亚，对，这是无可能遐回头。以俄罗斯的立场来讲，这一定是我宪法新品一定占有的土地啊，一定嘛因的公道拢承认嘛都一定占来。那这是对领土来讲，再来对经济来讲，俄罗斯伊真需要的是克里米亚这个所在，因为遮有伊真重要的黑海出海口，吼。搁有伊遮上重要，包括伊的出海口甲伊的能源。伊的能源的所在，你知影？即马伊被经济制裁了，以前伊的能源是拢透过迄个管道，卖互迄个欧洲国家。但是即马欧洲一定无爱买啊嘛，那无爱买啊，伊以后经济变哪？咱知影俄罗斯的经济上重要就是即马靠能源出口。伊能源袂当出去欧洲，伊就一定爱找别位所卖啊。你找别位卖。当然就是东边这边，所以拄啊，咱有看到伊个新闻里头有遐瓦斯的天然气的管道要输送，所以这就是拄啊我讲的，中国要去做这个工程，伊是其实是利用俄罗斯即卖情形去讨搁较侪对于有利的条件。所以啊，淡薄仔寒哪计收金咯。咱嘛是会使安尼讲啦吼，但是所以咱来讲。对俄罗斯来讲，伊即马上重要，除了伊嘛无希望讲伊的能源拢全部卖予中国，安尼就变做依赖中国啊。我有拄有讲啊，中国甲俄罗斯其实无可能真好。伊嘛无一定真好呢。对，伊嘛无希望讲伊啦。是真记录伫的啊。所以伊即马的能源要出口，伊真需要靠海运到更多的地方去买。所以这个。这个克里米亚这个所在的变做海海这出口对俄罗斯的最重要，所以我感觉这个无可能搁透出去。哇，这头仔观众朋友已经听到这已经灰煞煞哦，就是讲中国想要有角色，家己也有想要摕利益，但是去摕到讲家己写讲这领土完整，搁惊讲咱两岸的关系叫摕到，吼但是呢，美国人啊，佮讲。罗西亚甲中国想要在全球范围内改写游戏规则，你安尼袂当合理来认为讲中国是公正的，而且接受中国甲罗西亚所提出的停火合约，是等于批准着罗西亚的侵略。但是罗西亚已经写入宪法啦，这么拍时间。那陈老师，那如果你是军事的这个外交专家，你来想讲这拍时间是要安干？就是要安拍开，是靠大家良心发现吗？当然吼，伫这个国际关系也是国际政治面上吼，这是有时讲道德啦吼，讲自由主义，这是
那像你讲的 lip service 啊，吼，就咱安尼嘴皮讲一下吼，但实际上吼也是现实主义，吼，就是我爱看现实的这个利益，我的成本、我的风险是啥物，我爱尽量来缩小，而且我会看到我的这个我利润，吼，我会使得到啥物的好处、好康的，我一定要达极大化，吼，尽量要达冲。所以我感觉中国伊，就那像头拄我讲的吼，伊会采取足侪种的这个标准伫咧，袂干那讲一个标准尔。吼啊，普通咧讲联合国宪章啦，吼啊咧讲这个人权啦、民主啦、吼法律啦、法治啦，吼这有时听就真拄煞吼。就好用就摕来用安尼。嘿，啊，但是实际上咱就是爱看这个中国伊伫这个过程当中的拍算是啥物吼。啊，另外我遮嘛想要甲观众朋友分享的，就是讲，好，假使讲习近平你即届来讲是真正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啊，你想要来帮助即两个战争的国家吼，会使吼莫阁战落去啊，啊，然后会使行向即个谈判吼。你去莫斯科了，难道你袂当主动宣布讲你来去基辅咧？系啊，啊是讲，我要去莫斯科之前，我互拜登、互英国遮个领袖吼，拢跌破眼镜，我直接先去基辅，然后才去莫斯科，安尼敢袂当？好，就算若无安尼安排，我敢袂当安排讲，好，我要真正要安排迄个普京啊，甲泽连斯基吼来北京做伙坐落来谈，做伙访问。啊，若无伫北京嘛不要紧，上海、第三地，嘿，啊是重庆，啊是广州，啊甚至伫新加坡，我甲中国嘛是爱做即个外交上的努力啊，对无？啊，另外各位观众朋友，咱嘛使想起来吼，就是讲，谁那伊甲即时阵较来做即个动作？去年战争发生的时阵，伊谁那无爱做即个动作？好，去年战争发生了后，吼，这俄罗斯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战果，无像外口所看的遐尼好的时阵，中国谁那无赶紧出来打动啊？是毋是迄时阵，你也搁咧感觉讲，莫斯科要有机会？罗西亚可能会歹呀。嘿，普京伊是暂时的吼，暂时的这个失败也是挫折尔，但是一旦互伊个整顿者了，伊应该搁吼起来。所以我中国也蛮请讲要打出这个吼和平，也是促进谈判的这个脚步。吼，所以我讲中国伫这个过程当中吼，一直拢有伊的拍算。啊，你若讲真正你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吼，谁啊？你会使做的代志换足济，而且美国嘛讲乐观其成，而且习近平你来使甲泽连斯基通电话的话，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习近平到目前来看，拢也无去做。是，咱来看到讲吼，以后写讲关于着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啦，吼啊，乌克兰也讲有要来接受的，无要接受的，也写了真济吼，啊就是卡伫遮。但是咱来一直现在咱台湾特别来关注着乌克兰，就敢若讲，敢若小可甲咱这两岸关系有小可像吼。但是这场战争拍落来，对着台湾人嘛有部分的台湾人感觉讲，上好是卖战争嘛，吼，啊卖我靠倒一边，我要请教着三位吼，到底这场战争，尤其中国在这内面的角色，伊家己也小可丢毒，吼，也有小可遁地，也惊着吼搬石头揢着家己的骹。咱台湾是要安怎来看待这项代志？譬如讲，乌克兰人伊讲要政界上后尾一个人，吼，也是讲你看，让西方的世界拢一直甲支援，吼，啊有即个支援了后，乌克兰才有通继续啊挺落去，才有通处理着上无会当爬在即个谈判桌顶来甲伊好好来讲，这样是。这会使分两个部分啦。第一个就是讲乌克兰。本来大家拢想讲，可能3天5天，乌克兰就互占领。啊，伊即马拍超过1冬，这全面的抗治的意志非常的悬。我是感觉这会使伫台湾的台湾民众，还是台湾人民会使学习，讲拄到一个强权，台湾人民要安怎团结
团结起来，国际社会就会甲你帮衬。哦，这来第二点，就是讲，中国是安怎要做调停人，还是要调解迄个罗西亚甲乌克兰之间的战争，表示讲伊即马政策有淡薄仔改变。咱看到讲，可能两方即马伊可能改采即个和平统一的方式。武力犯台，也是要侵略台湾，即个可能，佫是敢即马共款啊，飞行机佫飞过来，船佫飞过来，毋过这两三档可能袂讲武力犯台。伊即马政策可能有即马调整，政策调整，敢毋是讲伊放弃武力犯台？无，伊将来就是讲所谓的两手策略。一个文的，一个和平统一，一个军事的用战争，这本来就用来用去。即马罗西亚讲要谈判，敢是嘛是一种两手策略，核战两手策略。我感觉会使观察。佮看了下手，伊要做什么代志哦？安老师，你安怎看待就中国这个角色？尤其哦，是毋是照来看讲，在两岸关系以后要小可和缓一下，用和平的手段，小可你小安大一下。我感觉咱会使发现吼，其实中国即马上重要的，即个习近平吼，伊虽然一定内部一定稳定伊的地位啊吼，但是呢，咱嘛会使发现伊即马上重要的就是伊的经济，吼，伊的经济发展。因为美国即马的一寡动作来讲，互中国伊真有压力，伊感觉讲伊本来要经济继续发展的，结果可能一定受到一些阻碍吼，所以。这个经济，而且咱嘛发现拄啊，像咱拄啊讲的，其实伊伫即个声明协定内底，其实因有一直呼吁讲要结合一个G团体，就是开发中的国家要联合起来，吼这会当这以后可能会变做国际的一个局势，就是讲这些 G7这些大的国家跟这些开发中国家呢，可能会变做有一点点对抗，对，吼这个对抗内底。中国是安那有这个地位？以前就是为什么这些开发中国家会拢想要加入？包括拄我讲的这个伊朗嘛，还有这个沙特阿拉伯在徛伫中国这边，其实拢很重要，就是因为中国用这个经济的力量去影响吼。所以伊嘛知影讲，伊以后要搁伫这个国际有这个地位，经济是上重要。所以经济这个部分嘛，是咱台湾爱特别注意的，因为我感觉。咱面对这个国际这个局势啊，已经变做会当安尼，愈来愈明显，就是中国甲俄罗斯是愈来愈徛做伙吼，甲美国这个关系是愈来愈这个抗议到这个情形下，咱台湾其实爱特别小心，因为我感觉吴克群的伊的地位就是共款，伊就伫个欧美甲俄罗斯之间造成了一个战争的发生，吼，也战争的一个发生，所以我感觉，上重要对台湾，咱来对五部的这个冲突里头去学习的是，咱要安怎用一个较有和平的方式来保住台湾的经济发展，这是我感觉是上重要。经济还是较重要。陈老师，你感觉？我感觉吼，中国在这个俄乌战争，而且吼，搁伫这个印太的这个。战区也是这个部分吼，其实伊是联动的，两个是牵涉做伙，这足趣味吼。我有分别有两种迄种咱英语叫 hypothesis， 中文是翻做假说吼，假设吼，就是还无经过验证吼，但是咱认为可能是安尼。一个伫俄乌战争的状况就是讲，俄罗斯你也拍了愈好的时阵，北京吼会愈来愈战胜。愈来愈支援，吼，愈来愈 back up， 吼，上好你会使把基辅摕落来，你会使把乌克兰拢降落来。但是，那俄罗斯进行了拢无够顺序，吼，拍了真歹看的话，北京可能就会想讲，我是咪要继续安尼，吼，遐尼无条件甲你支持。我来做老大。嘿，我来做老大，也是无我来调停，吼，恁小可收煞者，莫安尼搁继续拍落去啊。但是即摆看起来是坐落伫即个第二种的hypothesis状况内底。其实这两种状况吼，我会牵涉到我头拄仔讲的印太。假使俄罗斯若拍了足水、足紧，打基辅、打乌克兰退落来的话，我相信中国伫印太我会愈有信心，对台湾
对美国、对日本会愈硬。啊，那安尼哇，对咱的局势就会事先面临较不利、较有挑战。啊，点得病，那假使讲俄罗斯拍了无介好，啊，北京变甲有点仔保守，较无遐尔啊大支持。点得过来，伊伫印太吼，我会变较保守一点嘛，会小可调算嘛，讲阮马志会伫另外一个战场拍了无介顺势，啊，我若伫即个另外一个战场，佮安尼遐尔啊，积极，也是遐尔啊冲动的话吼，对我敢有有利？所以呢，是咪那像咱沈所长头拄讲的，我杀出另外一个即个和平解决方案来对台湾，但是不啊，即马这状况看起来是我做落这个发展的可能性。第二种这个状况，所以这两个蛮一致的吼，做共款的吼。是是。但是吼，他拄沈所长吼啊，黄老师我有甲咱讲过吼，这个中国的这个两手策略啊，经济的问题吼，这嘛是伊另外无可能会放弃的。所以伊对俄罗斯吼，咱一直咧要讲吼，当然美国讲伊有证据、有情报吼，讲中国伊也是有对俄罗斯进行这个军事的援助，嘿，只是还未来你公布尔。啊，伊伫台海，伊伫印太，伊嘛是要继续发展伊的军力啊，伊并无放弃啊。吼，虽然伊杀出和平，啊是讲即马佫互咱的农产品会使佫吼销去中国啊，但是伊对台湾的即个军事的压力是拢毋捌咧吼取消，也是退后的。所以我感觉北京吼，在这个过程当中吼，伊是足侪部署，足侪方法，当时阵做伙用起哩。是，这是两手的这策略。头拄啊，安老师也讲着，讲其实伊若甲扭起来了，伊一边大概会甲这个专注意力吼，伊放去罗西亚迄边吼，煞来甲对着中国的这个压力啊，会甲减轻着，甲下进着吼。这也是中国对着全盘这策略吼来看法吼。但是这刷落来，咱落来看咧观察的吼，请三位在最后来甲咱看。第一，习近平会去乌克兰做啥物代志？还是要甲乌克兰讲啥物代志？因为咱看到讲，伊要政治解决乌克兰，乌克兰无一定会来接受。虽然过去伊甲乌克兰关系是真好咧，吼啊，但是伊即摆乃弃朋友伊不顾，敢会得到一个骂名，还是讲我也是要扣我这和平大赛这个名？我听好来各方面都来得出来利益，甚至在这个方面吼，大家也感觉讲，我中国还是一个理性的现代化国家。辛老师，你为习近平伫迄个罗西亚讲话，你会使看出讲，伊足无讲足明显偏向普丁，伊保留一个空间，互伊会使甲泽伦斯基会使讲话。啊，毋过乌克兰泽伦斯基嘛有要求讲，伊要去罗西亚进前，敢毋使甲伊通电话，还是线上会谈，还是啥货？嘛无哦。啊，即马就是讲。那这了后，乌克兰敢会使允准迄个习近平去乌克兰甲伊讲话，啊，毋过毋知要讲啥，但是讲你的条件、你的方法、你的停火的方法甲条件是啥货？若讲无具体的方法，嘛无具体的利益，啊，即马两个国家拢在准备咧决战，啊，敢会使互这两个国家停火？我是感觉可能性无遐大。哦，较低。安老师，你安怎看？感觉这习近平要去俄罗斯的时阵，其实伊有一直呼应，是讲会当要求会当甲这习近平做一些对话吼，对话啊。啊，但是其实习近平拢无回应吼。那这重点伫倒，就是习近平即马其实伊嘛也无甲会当摕到一个较具体的方案，伊嘛知影讲其实即个和平要讲是无啥可能。以目前的局势来看是无啥可能的啦。啊，所以但是伊嘛想要搁做一个公亲的一个形象出来，哈，以公亲的形象出来。啊，所以伊虽然在这甲拄我讲的，伊嘛是要借这个方式也可以减轻美国的压力，哈。啊，所以伊嘛是还是提出来，伊即可以起是要做和平之旅，哈。啊，所以我感觉包括咱看迄个乌克兰这边泽连斯基因嘛，其实。立场嘛是搁大张的，所以我感觉这个目前来看是无啥可能，中国目前嘛袂遐个袂当提出啥
具体的利益吼，也当态度会是当翻本，对。是，所以看起来还是看无，这还佫看无公平哦。陈老师，你感觉的？你头还佫讲上无食香病，无大家两个啊来新加坡来食茶，哦，来表演一下。啊，上无有一个起点，吼，啊，佮卖来反检。尤其咱即摆国内嘛有学者发起着讲啊，咱就和平爱和平来反检，哦，啊看起来还佫有小可安尼相像，有当啊 Western 这个小可安尼呼应，这到底是种安怎讲？中国对着即个咱台湾的即个两手的即个切入。中国吼，伊较受影，即马咱看吼，伊有咧做伊即个外交上的即个努力。而且伊嘛有咱想要做即个世界即个领袖吼，会使来调解吼战争的即个两方吼，会使坐落来谈判吼。即那假使讲有第二个成功的即个案例的话吼，即对美国的即个世界霸权来讲吼，这是我一个真大的挑战哦。因为伊会使甲世界讲，你看美国伫世界拢咧制造麻烦、制造冲突、制造战争。但是我北京呢，是会使收煞，会使创造和平，促进和平。啊那各国会使感觉讲中国在这方面确实有这个实力，也是这个表现的话，是咪会小可，也是甚至全部偏为北京这边去。哦，我感觉这是伊一个外交上的一个算盘啦吼。但是我感觉伊要做这个和平的这个调解者吼，我感觉。实际上吼，虽然头拄我讲会使到北京，还是上海，还是新加坡无吼，伊嘛拢无安尼做，因为我感觉北京吼，伊实际上我知影，伊伫即个过程当中，我有真大的困难。这困难就是讲，俄罗斯甲乌克兰吼，伊因两边可能都不买单。就那像我讲的，好，俄罗斯你会使停火无？但是你若停火的话，乌克兰可能会要求讲你的军队拢。所以根本性的讲袂顺车就对。对啊，这普丁无可能接受嘛，对无？所以伊要哪去开喙，伊可能嘛讲袂落去。这么更较麻烦的，就是乌克兰这边。乌克兰这边，就那像咱惊危机的时阵，我的土地是较济哦，啊，你叫我放弃，啊，然后你的俄罗斯占的这部分转互伊就地合法化。安尼对我来讲敢对？而且头头陈老师也讲了，就美国人嘛在后面讲袂使。对，重点就是讲过去这档以来，咱看基辅、甲华盛顿、甲东京、甲伦敦，其实这些民主国家吼，其实一档来是徛做伙，而且徛做条的咧。所以背后乌克兰背后这些民主国家，美国伊愿意乌克兰你接受这种的妥协吗？我相信是袂。哦，这我担心着这美国的角色哦。美国人敢会安尼轻易就讲啊，无咧中国你咬你去讲个春车。我是感觉美国当然是袂同意啦。啊，乌克兰若要谈判，嘛爱问美国的意见。我拄有讲话讲，若要谈判，若要停火，若个发生冲突，啥要甲你做迄个后盾，还是啥甲你斗相共？联合国安理会，罗西亚甲中国拢是常任理事国，伊会甲你合决。啊，你嘛爱需要美国、英国、法国，还是日本？啊，你感觉即马全球的迄个局势吼，毋那伫欧洲尔，啊，伫东边印太是中国，啊，即马中国走去罗西亚，都会使甲这两边的区域迄个利益拢合做伙。所以你看到讲日本的首相是安怎要去乌克兰？啊，因为可能有一天你需要北约，你需要欧洲的国家来印太加来帮助日本，啊，帮助台湾，所以即马是两个合作伙。啊，毋过因为即马中国无迄个军事的迄个实力，会使拍压美国，所以即马伫印太是较低调、较低调。啊，毋过即马就是讲伊要塑造伊的形象，伊要甲美国讲，无我毋是敢若帮助迄个罗西亚作战尔，我即马是和平大赛哦。哦，你莫搞误会哦！哦，可能有想讲要达成这个目的吧。所以美国人的角色吼，老师老师你来看长期性，美国人角色甲尤其甲罗西亚，以及在过去的冷战的过程当中，大概是相当的对手哦。普丁安怎看美国这个角色的？
其实吼，这届俄乌的战争里头，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事件，就是迄个北溪管线，吼。北溪这个管线是安怎？即马这个管线就是我拄仔讲的，以前俄罗斯的能源出口拢透过这个北溪，吼，这个北溪。啊，这个北溪是德国甲俄罗斯，哦，家己去修建，签约的做出来。但是呢，即马一定进前就有发现讲，伫个俄乌战争的时阵，这个北溪管线去互人炸掉去啊！啊，其实这个炸掉，但是俄罗斯甲乌克兰还有美国拢咧讲是啥子？啊，目前呢，其实这个美国家己嘛有记者出来讲，这就是美国家己做。啊，这就是比美国比俄罗斯所抗议的就是讲。